呢個古靈精怪嘅小鎮有來客，神情古怪嘅路人，個頭插住鐵桿嘅女仔。歡迎收睇《夢魘絕鎮》第3集內容。出去揾出口嘅警長終於安全返到小鎮，手臂度蠕動嘅凸起都無緣無故咁消失咗。但佢呢幾日嘅經歷實在太過離奇，就算係自己親生仔都難以接受。點可能轉入樹窿度，成個人就瞬間移動到第二個地方？咁一直跟住你嘅女仔莎拉呢？警長支支吾吾咁，半日都唔知點解釋。埃里克突然變得情緒好激動，老父親好驚訝咁問個仔發生咩事。埃里克先意識到自己有啲失態，因為琴晚經歷咗惡魔大屠殺，女友捲髮姐幾乎情緒崩潰，內心僅存嘅希望正喺度消失。而家又聽到寄予厚望嘅老豆冇揾到任何出去嘅線索，所以先會情不自禁咁焦急同憤怒。警長真係小鎮嘅支柱，機智咁提醒個仔快啲去同女友求婚，等佢成為個女仔心中新嘅期盼。埃里克即刻明晒，立即表示要去樹林度摘啲野花送俾未婚妻。餐廳外面嘅旅客們雖然經歷咗琴晚嘅惡魔事件，可惜都冇收斂佢自以為係嘅性格。有人堅持要帶槍自衛，唐大嬸堅決反對，咁會搞到其他居民好驚。正當兩個人爭到面紅耳赤嗰陣，救場王警長又趕到，佢嘅態度比唐大嬸更加硬頸。小鎮範圍內唔准任何人揸槍，呢個係佢作為警長定落嘅規矩。如果你唔想遵守，咁就請你離開小鎮，去外面嘅樹林過夜啦。平頭哥終於鬆咗，咬低手上嘅槍，退翻入人群度。唐大嬸安排呢班旅客暫時住喺群居屋，跟住就忍唔住吐槽起身。之前嘅暴雨搞掂咗一半裝架，剩低嘅物資必須要慳住使。而呢班旅客總共有25人，除咗匿喺餐廳度生還嘅10幾人，仲有3個人唔知去咗邊，連屍首都揾唔到。吐完苦水嘅唐大嬸先至開口問：你喺樹林裏面經歷咗啲乜？警長深深淡望咗佢一眼，冇出聲。作為一鎮之主嘅佢，唔可以講出啲令人更加煩嘅嘢。警長唯一可以傾訴嘅對象就係死咗好多年嘅老婆艾比。之前嘅經歷真係好鬼詭異。嗰位成身釘喺牆上嘅老人家居然知佢老婆艾比個名。警長寄希望呢一切都只係一場夢，當自己醒返嘅時候，可以見到老婆溫馨嘅笑容。而佢同樣喺度追夢嘅仔埃里克正喺樹林度同女友摘野花。副警長李強順路過嚟檢查下捕獸陷阱，但係佢點都揾唔到支撐陷阱嘅鐵桿。忽然間遠方傳嚟若隱若現嘅歌聲，兩個人即刻跑過去，居然見到個頭頂插住支鐵棍嘅女仔，面前部手機播緊音樂。佢哋正喺度商量要唔要將屍體搬返小鎮。呢個女仔突然深深吸咗口氣，估唔到對方竟然仲生勾勾。李強即刻跑返去揾支援，埃里克就留低安撫傷者情緒。呢個女仔叫海莉，尋晚同男友布萊恩匿喺酒吧時，突然聽到出面有人拍門，點知行入嚟㗎，竟然係面帶笑容嘅惡魔。對方將海莉同男友拖入樹林，話要玩啲有趣嘅遊戲，點知佢醒咗之後就變成咁嘅樣。就喺呢個時候，李強帶住小鎮嘅醫生趕過嚟。醫生上前仔細睇咗下傷勢，發現鐵桿直接穿過海莉個腦，末端仲固定喺樹幹上。佢嘅目光即刻暗落嚟，靜靜行去一邊，話俾兩位同伴知：呢個女仔冇得救，就算外面嘅醫療條件再好，佢能夠活到而家都係一個奇蹟，都係快啲幫佢結束痛苦。李強嘅面色逐漸變白，呢種殺人奪命嘅事，佢仲未做好心理準備。海莉似乎感覺到死亡就快來臨，豆大嘅眼淚流過面殼。女醫生冇隱瞞，問佢仲有乜嘢未了嘅心願。海莉話想同阿媽打個電話。女醫生無奈咁講出而家嘅情況，呢度冇信號，根本用唔到手機。估唔到連咁簡單嘅心願都滿足唔到。海莉失望之際，突然聽到若有若無嘅呼喚聲，佢嘅額頭傳嚟劇烈嘅痛楚。就當大家都唔知點算好時，聽到消息嘅黑人警長趕到，快速搞清楚狀況之後，佢直接行去海莉身邊，握實條鐵桿。
當警長一夜拔出嘅時候，海莉嘅慘叫聲突然停咗。佢嘅死雖然令現場幾個人受到唔細嘅打擊，但所有嘅罪孽同負擔，最後都係由警長一個人承擔返。只係一重又一重嘅壓力，令呢位硬漢子都有啲頂唔順。佢揾到唯一仲算明事理嘅唐大嬸，忍唔住吐露心聲。頭先喺樹林度死咗嘅女仔叫做海莉，佢男友個名叫做布萊恩，而警長以前喺外國打仗嗰陣坐嘅車俾導彈打中，同佢最老友嘅戰友被炸到剩返半截身，而對方個名都叫做布萊恩海莉。點會咁啱嘅？呢個小鎮肯定係假嘅。唐大嬸好快就察覺到警長唔對路，問佢喺樹林度究竟發生咩事。見警長仲係唔肯講，佢只可以好認真咁安慰：小鎮唔可以完全冇希望，仲係請你一定要振作起身。警長有啲嘢諗，好認真淡點咗點頭。而另一邊，因為老婆挖坑俾塌落嘅屋壓住嘅吉姆，終於好彩獲救咗，只係斷咗2條肋骨，需要靜養1排。小鎮醫生特別叮囑佢唔好再搞事，好好瞓低。但呢個絕對唔係吉姆嘅風格。趕走自己嘅細路出病房之後，急急腳問老婆喺地下室發現咗乜。貝莎唔敢同佢講發現惡魔巢穴嘅事，只係話電線嗰頭居然係斷開嘅，都唔知小鎮入面嘅電力究竟喺邊度嚟。聽講呢件事嘅吉姆即刻精神晒，等老婆走咗之後，佢就掙扎住企起身，想睇下門口個指示牌點解會着住。好彩吉姆啱啱爬上凳，就迎面撞到一位嚟醫院幫手嘅志願者。得知對方琴日同大巴車一齊困喺小鎮，吉姆嘅好奇心又爆棚，不停問東問西，先至知道小鎮嘅女醫生居然同眼前嘅黃髮護士。傑克嘅眉頭皺到實一實，如果貝莎喺度實會暗爽。好彩冇講到好奇老公惡魔巢穴嘅事，唔係嘅話對方實會滑落去睇。當貝莎同個女執好衫準備返屋企嗰陣，突然間停低腳步。佢見到2個面青口唇白嘅細路正望住自己，但個女豬嚟就咩都睇唔到。貝莎只係覺得冷汗直流，連忙拉住個女走佬。點知啱啱返到群居屋，佢就見到細仔喺門口玩積木。開頭都冇發覺有咩唔妥，但係當堆木成型之後，貝莎個樣即刻變晒。個仔砌嘅積木竟然同地底洞穴入面嘅石礁一模一樣，而之前見到嘅2個古怪男仔又再出現。佢都冇時間諗咁多，即刻拉住個仔走返入房。而帶貝莎出洞穴嘅馬克返到群居屋之後，發現自己間房好似俾人搜掠過咁，連心愛嘅小提琴都唔見埋。好彩隔籬嘅肥大姐話俾佢知傑克尋晚嚟過呢度，於是馬克快啲跑落樓，果然喺傑克嘅房門口聽到提琴聲。佢嬲爆爆接過陪住自己成個童年嘅玩具，鬧傑克唔應該亂攞人哋嘢。見馬克頭都唔回就走，傑克連忙追上去解釋，佢成日無緣無故見到啲奇怪幻象，特別係嗰啲圓形嘅詭異符號。傑克偶然喺一本殘舊筆記本中亦都見到好多類似嘅符號，中間仲夾住一張相，蒙查查嘅背景啱好係細個嘅馬克。佢先至忍唔住好奇，想去睇下馬克屋企，或者可以揾到離開小鎮嘅線索。馬克望住張舊相，好耐都冇出聲，丟低一句：你唔應該掂呢樣嘢。跟住就轉身走咗。啱啱喺群居屋安定落嚟嘅大巴旅客柯爾金小心翼翼咁問捲髮姐附近有冇湖泊河流之類嘅地方。後者有啲疑惑，帶佢去後山嘅小湖，問你啱啱到小鎮冇2日，點知呢度有個小湖㗎？柯爾金話自己喺夢境度見到。捲髮姐聽咗一啲都唔出奇。小鎮有唔少居民都遇過類似嘅事，但係到而家都揾唔到原因。最典型嘅就係小鎮女仔莎拉啦，佢甚至可以直接同神秘存在傾偈。而另一邊返到自家老宅嘅副警長，突然聽到地下室度傳嚟好細嘅聲響，佢警覺啖拎出手槍，慢慢行落樓梯四圍望，只見黑暗角落企住一個人影，居然係好耐冇見嘅莎拉。呢啲就係夢魘絕陣第3集嘅內容。今集
可能會令唔少人失望。成集都好似水咗咁，主線劇情一啲進展都冇。阿奇都只能夠從啲蛛絲馬跡度做出少少推測。吉姆聽到小鎮醫生同外面嘅伴侶再次相遇嘅時候，露出咗若有所思嘅表情，睇嚟佢已經意識到呢個小鎮應該唔係類似夢境嘅地方，算係從側面否定咗警長嘅猜測，因為嗰位伴侶已經講得好清楚，兩個人分開嘅呢段時間，小鎮醫生一直唔見咗人，而老婆貝莎見到嘅兩個細路，應該就係喺洞穴度遇到嘅瞓覺怪物。不過到底係佢自己諗多咗，定係對方真係跟咗過嚟，就真係冇人知啦。而呢位新嚟嘅柯爾金，可能後尾會有啲關鍵作用。佢嘅能力同奇怪男馬克有啲似，就係可以從夢境度睇到一啲自己未經歷過嘅嘢。可能呢位柯爾金就快成為未來小鎮入面少數嘅生還者之一。